爸，聲音粵語怎麼說？聲音咯，咁簡單，聲你個頭，聲音啊。哦，那所以大聲的粵語就是讀大聲啊。喂，老爺，你一下聲一下聲，係咪想玩死個孫啊？咩啊？文讀同白讀啊嘛，好難明咩？爸，那腳踝粵語怎麼說？咪叫腳踝啊？滑，腳滑，未聽過喎，梗係啦，因為平時我哋都係讀腳踭。爸，那踏步怎麼說？踏步，踏步啊。那釀酒呢？釀酒啊，釀酒啊。諷刺，諷刺，諷刺啊。牡丹呢？牡丹，牡丹啊。那哈利波特那個魁地奇粵語怎麼說？簡單啦，Quidditch 啊嘛，咪魁地奇咯。灰地奇啊，你冇搭過廣發線咩？灰奇路啊嘛。哇，原來我平時讀錯咁多噶。爸，那划算粵語怎麼說？劃算啊，化算都未聽過啊，因為平時我哋都係講抵啊嘛，抵玩抵食抵到爛抵到問抵到爆抵到飛起抵到乜咁抵到冇朋友大件夾抵食啊！睇嚟你平時成日攞人着數。